肉去吧。谢王爷。我说凤爷啊，您呐还是别去的好，这蒙古兵惹不得。我是王爷，怕什么呀？啊！记着，顺着我的话茬说，准没错。去吧，前面给我喊号吧。哎。不行，开饭！哎，是，一会儿就来。我是王爷到！王爷到了。王爷，拜见王爷！拜见王爷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起来吧！伺候王爷。好，你们个顶个的都是好样的。听说你们在大草原骑大马，舞大刀，大块的吃肉，大碗的喝酒，大说大笑，大吵大闹，打呼噜放屁，都是大个儿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今你们在府上可就没那日子过了啊！旁的不说，单说这吃喝，就得委屈各位了。你们既不能吃肉，也不能喝酒，这并不是本王爷小气，而是因为本王爷信佛，全府上下1年365天不能有一丁点的荤腥。哎呦，那行，那还不得拉绿呢？你还有劲儿干？不干了，咱们回去。小的启禀王爷，那您老给我们吃什么呀？吃素啊，每天3顿。窝头咸菜棒子面粥，哎，你们大伙儿尽管放心，本王爷绝不小气啊！你们可以甩开腮帮子吃，放开肚皮喝，保险管够啊！细肠子嘛，这哪行啊？这受不了！这不跟孟大玉一样了吗？哎，我们不干了，我们走！站住！我看谁敢走！谁敢在这嚎丧？还不快给王爷下跪！王爷，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呀！啊，竟敢违抗军令，闹着要回草原！我看你们谁敢动这个窝！你们谁敢动，我就告诉你们王爷，摘下你们的脑袋当球踢！张文志，奴才在。传我的话，让他们在这跪3天，不许给吃的，不许给喝的。我看他们谁敢在这闹腾！这。王爷，我们不敢了，您饶了我们吧，王爷。王爷开恩呐！饶了我们吧，王爷开恩！王爷开恩！请王爷息怒，这帮奴才啊，他们都是喝酒吃肉长大的，怎么能喝咱们这棒子面粥呢？我说此事啊，情有可原。什么？情有可原？哎，是王爷开恩吧！是啊，王爷您就饶了他们吧。开恩吧！王爷开恩呐！求王爷开恩呐！我们再也不敢闹了。本王爷就是心肠软呐，谁让本王爷信佛呢？我师父唐僧就常跟我说，要大慈大悲。行了，我就饶了你们吧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王爷，谢王爷，谢王爷，多谢王爷开恩呐！哎，别谢了，别谢了。谢王爷。嘿，瞧瞧你们这样，也真是怪可怜的。算了，本王爷就再发一次慈悲，不难为你们在这儿当差了。你们都回大草原喝酒吃肉去吧。谢王爷。
王爷，您这一招是真高啊！王爷，您就是高啊，高！行了，什么高的矮的呀？你们这些人呐，办点事也太难了，不是奏折呀，就是获准的赏银的酒宴呐，不是耍官腔，就是摆阔气，一点不懂得用心计。我办事，我龙岗，咯咯咯咯隆，三那的人，咣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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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咱们这王爷啊，还是越来越有样儿了。大管家，啊，大管家，都巡视过了啊，没什么动静。那就好，你们先回去，先歇着去吧。怎么，大管家，你还给王爷守夜啊？现在外面风声挺紧的，还是小心为好啊。你们先回去歇着吧，我在这守着啊。走吧去吧。哎。